到歌调记的歌曲来做搜寻，歌曲的名称前面加井字哈，然后贴在社群贴文，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有超连结功能。你看，现在要选第19项，现在要点按超连结了，搜寻第19项，小城故事哦。你看这个影片目录啊，这个就是影片目录，一下子就都整理出来了。你看有邓丽君的嘞，邓丽君歌唱的嘞，小城故事。那如何把它加入这个播放清单呢？现在画面看到右上角那个，说是那个邓丽君过世以后几年，然后可能投胎转世就是在那个泰国，然后长大了。你看也是歌星，然后声音说跟邓丽君很像，你看，所以叫做小邓丽君呢。那现在的点按哦，也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让它勾选到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加入播放清单，然后选第2项，加入播放清单哦，就是